其实你要快乐，这一些就是找到你心中的宁静感。我们现在的心呢都不够宁静，我们一直往外去追逐，你追逐下去，你会攀援，就好像很多的石头就丢到了心中的湖水，了解吗？心中的湖水，你要知止而后有定静安立的，可是不是攀援啊，哗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拖来。不快乐，睡不着觉。所以为了钱，我们东西南北团团转；为了权，左右团团转。欲望千回奔传，名日夜奔跑。快乐幸福没有了。你还因为一根绳子执着攀援，风筝失去了天空；一根绳子，水牛失去了草原。那一根绳子把它系住了，绑在一棵树，所以水牛没办法继续奔驰在草原，因为一根绳子马失去了支撑。所以呢，我们众生就像那一个只束缚的牛，我们被烦恼跟欲望惨的绊，不得解脱。哎呀！前面的灯光稍微关一下来，我们节人，因为现在是白天，不需要这么亮啊，尤其是前面的灯。因为你是自杀是吗？自杀可不好啊。我是净空吸收。怎么看你都是自杀呀？不是说好的一定好报，我们这是有个政策，但不对里面是你说我是自杀，我感觉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自杀了吧？是吧？3月4号到5号，你整整2天，只吃了2个小时，吃了2顿饭，还是方便面、油炸鸡烤和薯条，水分就靠碳酸饮料摄取。是想狠狠地虐待自己好寻死吗？没有，我是说的年后的业绩是这样的。3月10号那天，你大量服用药物，那是服毒自杀。不是啊，那是只有减肥而已。我老婆总老板让我减肥，健身卡办了1年，你倒是去了几次啊？我很忙，没空去。2月15号到3月15号，你是不是天天喝酒？忙得应付啊，这都是借口。我明确告诉你，在你短暂的40年人生中，喝酒超过4万杯，抽烟15多万根，还有每天几乎加班4小时，睡眠从来没有超过6小时。看看他，你还嫌自己死得不够慢吗？我够不上了。肥胖、心肌梗塞、肝硬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再加上痔疮，自己身患胸痛疾病，为什么还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？你的摆明就是自杀，你这摆明就是自杀！4月的时候，爸爸一定带你去好好的玩一次。
了保证，然后，知道工作时一定要保持微笑。我去接电话，马上回来。是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哎，好的。感情深一口闷，来看啊！求你给我这个任务，求你。天天就知道忙，你为我和女儿想过吗？后妈，还不是为了你们！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的。好了，你知道错就行了。到天堂去吧，你的家人很多年后也会去的。你哭的样子真难看。太感谢你了。不过，我还有很多同事和我一样忙，他们似乎也算是自杀了。他们自己的路，让他们自己去走吧。在忙，你忘了是为什么在忙？你为了什么在忙？忙怎么写的？时心右边一个什么？王。有时候一忙下去，就会忘失了自己的直心，可悲。从小时候就看到了一首歌的歌词，听到了这一首歌，忙忙忙。第一个忙就是忘失了自己的目标，瞎了眼睛的忙，盲目，没有目标。人生要的是什么？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？不知道。随波逐流吧，人云亦云吧。哎，你来的时间上面你都有使命的呢，你不会随便来的，不然皇子怎么会租给你？除了这栋房子要有意义、要有价值，房东老天才会给你呢。排队的很多呢。可是我们就是忙。第二个忙就是刚才看到的忙 ，really busy， 就无言的，所以又忘失了自己的直心，用狠心、用人心来对待世间的一切，无头苍蝇。第三个忙又出来了，茫茫的人生大海之中，茫茫来；茫茫的人生大海之中，茫茫来。草、水又忘失了，随波逐流了，无根了，没有根的了，浮萍了，就这样子就走了，很可悲的。所以有动物小动物什么飞到西了，嗡嗡嗡的飞到东了，嗡嗡嗡。你看看呢，不同的小蜜蜂，人家高兴了，忙，它忙，采的百花成蜜，哈尼，人家蜂蜜好了，养颜美容了，滋润这一些动物了，好了，蚊子也差死了，好气，谢谢鼓掌。这些蚊子，人见人厌，蜜蜂人见人爱，同样在忙。你为什么在忙？你有产出功能跟价值吗？你今天忙下来了以后，你有功能跟价值吗？跟着我念一句话：创造被利用的价值。念，创造被利用的价值。我们希望呢，我们每一天的那么透过了10几个小时的白天，我们都能够怎么样？创造被利用的价值。那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白